县政府辅导回乡的青年，展现着因的创意，来做一寡产业的这个辅导。有即届有22位的青年，伫中寮乡来举办成果的展览会，大家来做交流。 青年透过改造处理的柑仔店，结合中寮有名的泡面土地公，共同来行销地方的农特产。把这些有机的次级品农产品来把它做一个变身，变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饮料跟商品。透过辅导团队合作，各南投农青细腻计划，让青年做无同款的方向，甲参南投在地多元的元素。包装设计体验方面。 怎么样更符合这些游客的一个需求？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讲，透过这摆成果展，让大家看到青年农民的创意，未来会能透过社区营造方式来争取资源，让南投未来发展有可多可能性。